耳暈、頭暈源自一個字虛。咩叫係虛呢？虛即係不足。喺中醫嚟講呢，有各種虛，包括氣虛，呢類人容易攰，氣短，講句嘢好似冇力咁。第二係血虛，多數會面色蒼白，容易見暈。第三，陰虛，呢類人身體長期處於缺水狀態，容易口乾、手足心熱。第四係陽虛，呢啲人好怕凍，無論幾時手腳都係冰冷嘅。仲有一種非常重要嘅叫腎虛，腎虛會導致身體排水功能差，容易引發內耳水腫，從而出現耳鳴啊、聽力下降、眩暈等症狀。呢種耳鳴聲通常好細，但高音，類似蟬叫或者吱吱聲，多數喺以下幾種情況會加劇，例如夜晚黑、天氣凍、好攰或者精神緊張。有腎虛耳鳴嘅人，有機會伴隨全身虛弱症狀，例如頭暈眼花、容易唔記得嘢、口乾、手足心熱、夜晚瞓覺心緒不寧。